就他科学大学学生，就希望培养因理论加实际解决问题能力，同时透过产学合作，让学生毕业得当顺利就业。南台科技大学所谓设计学院112级的毕业认定，在连续5个月展出106件作品，每一件拢是学生创意思考的成果。当然，伫创作过程一定有真侪无确定性，所以因就以喇叭的几率加变动的角度来作为形象设计，嘛强调因有信心突破困境，行出家己的路。我们是今年5系联合毕业展形象策划组的形象组，然后我们的组名叫不一定 uncertain。我们主要在诉说毕业过后即将面临人生下个阶段的大家。我们试图以社会新身份的姿态冲撞接下来的挑战，而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变数，也存在着不一定。然后我们视觉以这个几率啊、变动啊的形式，比你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多种可能性的。不一定这个一词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嘛，就像我们学校本来是南台工业专科，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，拓展出各种科系，然后不一定只有单一面向。就像我们毕业过后，也像我，就是其实读设计这么久了，其实我是原子少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其实我是去当歌手的，所以万事万物真的是不一定，但是我们自享受过程的大家。其中创新产品设计系应用个人化的需求，结合人工智慧的政策，希望让老人透过标准的动作来提升肌力，嘛避免运动伤害。因的作品已经入选红点设计顶大奖。我们跟市面上的产品不大一样的地方，是因为我们多了压力感测以及 AR 的侦测框，让长者可以更准确的去做运动。与市面上不同的是，市面上大多是属于单一性的运动产品，那他们在使用上的话，就只能做单一性的训练。而我们是采用多元的组装模式，让长者可以透过我们多元的组装模式，搭配 AR 的音乐互动，来提升他们的运动选择性以及训练的目标，然后符合不同的使用者的需求。该毕业展览伫台南展出以后，5月嘛将到高雄、台北参展，欢迎民众亲身来体验学生的创意才华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。